各位兄弟姊妹，請你們祈禱，望全能的天主聖父收納我和你們共同奉獻的聖祭。上主，我們懷着感激的心向你奉獻讚頌之祭，你將司祭職的品位分施給一個不堪信任的人，求你慈祥地再讓我繼承忠於職守，繼續忠於職守，並召選更多使徒為你服務。以上所求是靠我們的主的功。願主你們同在，請你心向上，請用感謝主我們的天主。主聖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們時時處處感謝你，實在是理所當然地並能使人得救。你藉聖神的傅油，立了你的唯一聖子，為生而永久之開的盟約的大司祭，並以奧妙的措施，使他的唯一司祭職在教會內歷久不息。因為基督把他王者的司祭職賜給了他救贖的全體子民，又以兄弟般的真情選拔了某一些人，透過放手禮而分擔他的司祭聖職。他們應以基督的名義重行他救贖人類的祭獻，藉聖事帶給他們力量。他們應努力效法基督，為侍奉你並為拯救弟兄而獻出生命，藉信德與愛德勇敢為你作證。因此，我們隨同所有天使和聖人、聖女讚美你，不停地歡呼。因此，我們懇求你派聖神聖化這些禮品，使成為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聖體聖血。他今次捨身受難時，拿起了餅，感謝了，分開，交給他的門徒說：你們大家拿去吃，這就是我的身體，將為你們犧牲。晚餐後，他同樣拿起杯來，又感謝了，交給他的門徒說：你們大家拿去喝，這一杯就是我的血，生而永久的盟約之血，將為你們和眾人傾流，以赦免罪惡。你們要這樣做來紀念我。
全能的天主聖父，一切崇敬和榮耀，藉着基督基督在基督內，並聯合聖神，都歸於你，直到永遠。我們要尊重救主的訓示，又承受他的教導，才敢說。
家祈禱。滿懷喜樂地舉行了這順德的奧蹟，求你賞賜我的實際生活上符合在你聖祭中所宣講的福音和所舉行的奧蹟。以上所求是靠我們的主基督。請各位坐下。現在有兩項事項請各位留意，大家合照一幅。所以落石筆嘅時候請小心，請留心腳步。2. 離散後有3部專車接載已經購買餐券嘅長者，以及行動不便嘅兄弟姊妹到美居酒樓參加聚餐。報告完畢，以下落嚟有請高神父為我哋致辭。各位師徒朋友，各位兄弟姊妹，我相信天主嘅安排係好嘅。無論係順或者逆，係快樂嘅時光，或者痛苦嘅時光，都係天主一份嘅恩賜，一個寶貴嘅生命。更加感謝佢咧，安排咗俾我。生活喺一個清貧嘅家庭嗰度，因為我父親係從事教育，咁喺以往嘅時代咧，教書人咧都係窮苦嘅，亦都多謝天主安排咧，使到我由細一出世冇幾耐咧就領洗，得到天主嘅寵愛。不過咧當時個家庭都唔係好深。不過天主安排咗咧，我喺姊妹中咧，當時係最細呢一個，即係間妹子其中之一咧，好早過世。而因咗佢嘅死亡咧，呢個時候開始咧，我媽媽咧就帶我哋兄弟姊妹咧，每個主日嘅聖堂都要參與領受，亦咁樣有機會參加主日學。喺主日學呢度，喺謝三姑其實佢都喺度，都係傳教姑嚟嘅。喺謝三姑嘅指導之下咧，喺聖體聖事同埋告解聖事咧，打好一個好好嘅基礎。係天主都安排咗我由細嘅時候咧，都係1年班時候都認識咗耶穌會嘅金神父、盧神父，即係甘布斯同埋 Lucas 嗰兩位神父。其實安普靈神父同埋呂志新神父咧，就開始同我同啲家人談及我呢個聖召嘅問題。因為我好快就對神父呢個生活有望嘅，但係媽媽又好唔捨得，亦都好唔放心，話要獨身喎，要出家咁樣。咁咧有日咧帶我咧就靜靜地去咗鄉下呢度見我阿嫲，當時佢就放假，係80歲已經盲咗啦。咁同我媽媽傾談之後咧，佢話：有乜問題？你帶下啲人出外謀生啊，去到金山嗰度，佢哋都唔結婚啦，為著自己嘅志向咧，冇問題嘅，佢中意就得㗎。咁過咗一關，咁到小學畢業嘅時候咧，戰火連天，唔到我啲家人捨唔捨得啦，快啲送到我入修院嗰度，咁過埋第2關。天主安排真係好嘅。12年嘅修道生活咧，自己真係我話都係好歡樂，不過係捱翻嚟嘅，因為身體孱弱，讀書有困難。好在咧得到譚志經神父當時係我嘅學長咧，多方嘅指導鼓勵，喺神修方面咧學業方面俾我好大嘅幫助。咁好唔容易咁樣捱過咗12年神學讀完啦考試。院長對我評語咧，呢個人咧，呢個修士身體孱弱，你帶到傳教咧頂唔順，喺好多傳教咧嘅學業麻麻啫，都係唔得嘅。哇！咁點搞啊？咁咧羅主教呢就俾我好大嘅考驗啦。咁樣咧安排咗呢個入邊帶我呢度實習6年，喺過咗6個月，但呢個6年嘅帶
喺大陸嘅生活咧，每一朝見到好多人咧喺現場呢度行嘅，每一晚都聽到好多啲解放歌聲但係咧唯有當時我自己唔係天主俾我力量去克服啲恐懼，而係天主安排我，使到我唔知驚，根本冇到啲驚唔驚嘅問題。雖然當時咧皇帝收神會已經被拘捕，但係一過咗聖誕咧，冇幾耐接到我嘅神師嚟到神父嘅信咧，佢話羅主教想升做神父啦，快啲翻嚟啦！我第二日朝頭一走咧就走唔出翻嚟。咁呢個時候咧經過關閘嘅時候咧，我有啲神學書，我真係好天真，唔知怕。好多神學書有好多節日記錄等等，喺關頭咧一頁一頁咁去睇我。咁都多謝天主咧，自己內心話咧點做，求天主幫助啦。咁過咗呢一關之後咧，再行幾步咧，有個人即時話住我：你識唔識鄧以明？鄧以明去咗邊度？得眼住。我鄧以明喺個神父咯，喺石岐同我一齊㗎嘛。佢間好似喺廣州談親話咁，我都唔係好清楚啊咁。點知又過咗有一關。咁翻咗嚟澳門之後咧，即時申請主教，下個星期即係三王辭之後，呢個第二個主任咧就升神父啦。咁升神父講古仔咗時間。升神父之後咧，修練喺修練嘅工作咧真係好開心，修身個個都支持。尤其是喺連跟住升神父啲好幾位青年神父，梁家欣啦、李半章啦、麥文傑啦、我哋個林主教都成林神父啦，俾我好多嘅鼓勵，因為佢哋工作。每一個彌撒咧，我同當時嘅林神父即係林主教兵分兩路，我就去馬國街嗰度，林主教喺西坑喺天神會嗰度，每一朝嘅彌撒。其實人哋話我哋為修女為啲修女服務咧，其實唔係啲每朝呢個彌撒喺修女嘅共融祈禱之下，我哋得到增強咗司鐸嘅生活嘅動力。你應該多謝各位嘅修女。喺老環呢度咧，唔夠1年啦，咁就翻嚟啦。不過咧，今日呢度有班老環嘅校友都嚟分享我嘅歡樂。我唔知道點解，我都唔夠1年喺老環。我哋都唔係好認識佢，但係佢哋咧會翻嚟呢度同我一齊高興快樂。呢啲嘢冇床鋪冇枕頭乜都冇。不過呢有樣好貴重嘅嘢咧，就係堂區教友嘅記錄。呢個係麥神父麥文傑神父所積俾我嘅最有價值嘅。一咁如果咧，藉著呢個恭敬咧，我好快認識咗關國森兄弟、蔡全兄弟、華立雙女姊妹、劉錦盛、胡安樂、呢個吳達斗、吳美美、傅炳良、馮東明、蔣翠雲、劉玫瑰，呢啲冚唪唥都係極之有朝氣嘅教友嘅領袖。咁喺佢哋嘅幫助之下咧，我有得打呢個堂區嘅基礎嘅。經過21年咧，就戰兢兢咁樣，主教好睇重我㗎嘛，叫我入去承租呢個工作。咁當時咧係有，因為教友係蔡全興嘅太太鼓勵我好多。喺呢個12年嘅聖心中學咧，中學有一個，因為我自己嘅不明智帶來一個相當麻煩嘅事情。有女士係基神父嘅幫助去解決一切。咁所以天主嘅安排係好嘅。咁今年再入翻去馬，雖然咧所謂甚願人事幾翻身，但係好多謝我兄弟姊妹咧，好支持我，好接納我，好包容我呢個咁嘅老人家啊。咁咧喺麥神父同劉神父嘅指導之下咧，佢哋咧係非常有心嘅。我覺得呢個堂區咧成長咗好多。除咗呢啲正式兄弟姊妹之外，有好多主內嘅兄弟姊妹咧支持我，鼓勵我，同我一齊分享呢個快樂。同埋呢，尤其是多謝聖堂呢個
籌委會啊，喺兩位國神父劉神父嘅指導之下咧，能夠你哋見到啦嚇，咁嘅情形咧就係籌委會同埋神父劉神父啲心血嚟㗎啦，多謝各位。咁最後咧，還好多